60年前，地球人降临到这片未知的土地上，那里充满未知和凶险。修仙者和凶手才是这片天地的主角。地球人被追杀，被欺负，变成了猎物，奔跑逃亡，躲躲闪闪，一不小心就会踏入万劫不复。直到有人觉醒了圣魂，地球人这才苟延残喘的活下来。但对修仙者来说，吞噬圣魂能瞬间提升修为，所以他们残暴的猎杀行为更加频繁。面对日益猖狂的凶手和修仙者，被压迫的地球人奋起反抗。地球人建立了战斗城，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同胞。为了守护家园，他们开始吹响反攻的号角。